支咧，見到咧，呢個都係練西洋拳上時時要用嘅速度球。咁據我了解咧，呢啲速度球咧，其實咧都係俾一啲拳手咧練個手嗰個反應同埋嗰個慣性手。所以慣性手咧就話慣性一個動作咧，日日練咧唔同時間練習到多嘅時間，佢哋會出手會係慣性閃啊各樣嘢咧，都係一個係用一個慣性動作，一個 muscle memory。咁其實無論係外國嘅武術，或者我哋中國嘅武術，或者各大門派中國嘅武術咧，裏邊都有係練一啲慣性手嘅架撐或者招式啊，包括咧我哋少林詠春咧有無人樁啦，有藤圈手啦，或者一啲雙人對練，都係練一個叫做慣性手，即係你一出手嘅時間咧，我就可以容易接得到，呢隻手會自動係唔經過思考，有個 muscle memory， 有個自動嘅反應，咁解嘅啫。就係拍踭，咁係我哋基本咧入門咧係除咗甲五星之外咧，上嘅第二步就係拍踭。手都係因為我哋個習慣性練咗咁耐，呢個習慣成自然咧，呢個穿手咧就會先去帶動到你嘅手去喐，包括日後我哋甚至乎打一套拳，我哋嗰套樁拳嗰個破排牆，個破排牆係咁打嘅，嗱，好似好簡單，但係其實咧，原來大家玩唔同咧，點解有少少唔同咧？原來咧就係我哋純熟咗之後，就因為個拍踭咧喺度咁嘅出嘅時間咧，我哋個破排牆咧先會打到你，因為本身嘅手啊喺度入嘅時間，就係因為我哋個手已經習慣成自然去接手啊各樣嘢嘅時間咧，就容易去處理呢個喺內手出手嘅情況，就係慣性啊，所以其實整套我哋嘅甲五星啊、拍踭啊，甚至乎之後嘅八式連環扣打咧，都係一環扣一環咧，可以將我哋呢啲咁嘅手咧，除咗打套路之外咧，係我